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12月11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综合报道。来看2024总统的选战，各政党的参选人把握拜六礼拜时间来拼选战。侯友宜甲赵少康昨飞去花莲造势，因讲若是当选了后，会实现花东快速公路甲苏花公路的安全提升计划。因那罗清德讲，有民主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呼吁咱台湾人都要认清香港已经无民主自由，唔通互台湾踏香港的后步。因那郭文德去中华走行程，伫受访的时阵，伊讲南洋的高站是食甲油细细，嘛批评罗清德因头的违建到大是要唔贴。国民党总统加副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赵少康，一共朱立伦、马英九等人，昨到花莲造势。侯友宜开出交通、观光、原民加客家政策，回馈乡亲的热情，并且讲，若选调总统，会互人民远离战争，两花地对等的进行下沟通。让我们花莲这块土地经济能够蓬勃发展，所以我们两个扫荡贪污，变经济，顾国家安全。所以今年的选举就是安全、经济、扫荡贪污的对决。民进党的赖清德加副手萧美琴是到高雄饼着节，替立委徛台。赖清德讲，12月初10是国际人权日，也是美丽岛事件44周年纪念日，民主得来无容易，希望台湾人认清香港已经无民主加自由的事实，唔通互台湾也行到这种地步。香港的民主已经破坏去了，自由嘛已经无存在。因此，经济嘛受到真大影响。咱一定要坚守咱的民主。在蔡英文总统领导之下，咱已经有信心开拓出一条对台湾有利的路线。民众党郭文铁初10到中华走行程，批评南洋的高层食好啉好，另外赖清德是歪听违建，态度傲慢，要突破哪里的夹杀。也不要党政高层吃香喝辣的然后那些基层员工不照顾了，错的就改掉就好了嘛。就不晓得赖清德我倒觉得很多事情发生的还做错了，就把它改掉就好了。你看苏家全在2012年。他屏东的农舍也是乖乖拆掉啊，对不对？因那团讲民众党的部分高地位的小处，将会自原本的80目标向下收到60。郭文铁讲，无所谓向下收的问题，只是要对期望带来基准线，继续向上努力。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敢若东半部有局部会落雨，下昏开始会变天，而且会变较凉冷。咱做伙来看温度。今仔日台湾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早暗的温差会较大。西北部日时的高温是29度至31度，东北部的高温是26度至28度，那暗时的低温是19度至22度。另外，今仔日东南部甲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部分的地区会落大雨。那伫东北部、东部、金门、马祖嘛有短暂阵雨。到半暝，北部的水汽会开始变较高。拜二、拜三，北部甲东半部会转做是较湿湿、较凉冷的天气，温度嘛会降低。拜四、拜五温度会回升。拜六，东北季风会阁增强，提醒大家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为明仔载开始，东北季风会增强，台湾北部会转做是较湿湿、较凉冷的天气，尤其是到拜六，可能会达到冷气团的强度。到时全台湾的气温拢会降低，那北部可能会降到12度，关山甚至可能会落雪。今日天气袂歹，就好啊把握，因为自拜二开始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台湾的温度会开始降，水汽也会增加。北部及东北部地区就会开始有温度下降的情况，那尤其到越晚是越低温，会影响到13号的清晨都会维持比较低温一点的情形。中南部地区的话，则是温度差异不大，可能会降个1到2度左右而已。气象署讲，拜二的东北季风正会影响到北台湾，规港的天气拢会变凉。面向的北部加东半部地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雨。要注意的是，到拜六，东北季风搁再增强，强度可能达到大陆冷气团的等级，气温可能降到12到14度。全台湾的温度拢会敢若厝流拢共款一直降，尤其是北部感受上明显。
气象专家预测，拜六唔敢若是变冷，伫海拔3500公尺以上悬山有可能会落雪。北部的比较高的这个山区，看起来温度应该是够低的哦，所以只要水汽有足够充足的话，在雪山山脉的一些地方，有可能还会有机会再出现这种降雪的机会。专家讲，所来将会分做2阶段降温，第一阶段是拜2，第2阶段是拜6，尤其是拜6低温可能无到15度，而且影响的时间可能有3-4天，所以民众出门爱穿较少咧。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所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政府成立抓诈骗国家队已经有一段时间啦，不过诈骗案却是颠倒愈来愈多。今年投资诈骗的广告，也有其他类型的诈骗，报案的数量是创下新高。那金管会讲，这代表民众是对诈骗有比较较迷青。所来咱来看自由时报。在网络顶传出有某一个医师，伊甲病人去互医生看的相片传去咧网络顶。台南市警察局第2分局追查了后，发现讲涉嫌散布这个相片推特的口罩，是一个做医疗器材姓洪的业务仔。找到暗时啊，警方甲伊带转去警察局调查。这个姓洪的查甫人伊讲，伊是因为好耍，才甲偷翕的相片传去咧网络顶。经过审问了后，是以15万交保。咱来看中国时报。中国、日本、菲律宾最近伫咧东海甲南海发生纠纷，互相指控对方入侵领海。中国海警伫咧查到，甲入去钓鱼在领海的日本的船啊赶走。因若日本是反抗讲，是中国的公务船驶入去迄个领海。因若中国海警伫咧查查问讲，菲律宾的船啊非法走入去仁爱岛。不过菲律宾讲，因是去互中国的海警船弄着。而且中国各射水炮，造成因另外一只船的发动机是损伤甲真严重。再来，咱来看国防部公布中国暂缓各射卫星火箭，飞过咱台湾的西南空域，关岛是伫咧大气层以上。不过，这届国防部并无讲这对台湾无危害，引起外界猜疑。面对中国的威胁，美国、日本甲南韩国安首长3边会谈，嘛搁一届强调会维护台海的稳定。因为咱国军这个月嘛要伫咧北中南实施对海的射击训练。中国央视搁再播出长征运载火箭在卫星发射画面，咱国防部掌握飞行路径经台湾西南空域上空，关岛位伫大气层外口。其实这已经是中国7天内第5摆执行相关的任务。这进前飞行路径拢对印度洋方向，对台湾地区无危害。这摆无讲到对台无害，引起注意。中国无放弃对台湾武力恐吓，美日韩国安首长3方会谈中，也搁再讲到继续维护台海稳定。That's really what this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is all about. Building a more free, more open, more prosperous, and more secure Indo-Pacific.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stand up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Nous sommes aussi attentifs à la situation en Asie. Nous sommes préoccupés par les tensions croissantes dans le détroit de Taïwan et dans la mer de Chine méridionale. Et comme vous savez, nous sommes opposés à toute tentative unilatérale de modifier le statu quo par la force ou la coercition. 进前的中华峰会，澳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更加当面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心台海情势，因应强军威胁，国军一直伫传达最初较好定调的红色海堡演训。这个月下旬，陆军甲海军陆战队也伫通衡观音海水浴场、台中大甲开北华好提靶场甲台南喜球山堡实施轻兵器对海射击，并看做震撼的伫关公游路休闲地区进行实弹训练。守备部队更容易的就是对现地的这个地形地物的变化进行火力的配置与调教。在以往就是可能的潜在威胁区域，可以让国军的训练发挥更大的效果。学者指出，国军最近强化野战射击训练，而且这摆演训瓦军第61线应连接通衡机场、台中港，也有台南空军基地，维持交通要道。演练重点也包含避免敌人夺取机场、港口进行大规模的登陆，并且确保军方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继续来关心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事。卡达在查查的时阵表示，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互新的休战的机会是愈来愈小。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呼吁哈马斯都要投降，因为早就有人已经安尼做啊。不过哈马斯是驳回讲，以色列讲的是假，根本就是无影无迹的代志。
以色列坦克车追击已经进入南部城市汉尤尼斯中心，发动新一波大规模的攻击。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讲，这几天有几60名哈马斯恐怖分子向以军导航。זה נגמר. אל תמותו בשביל סנוואר. תיכנעו. עכשיו. 哈马斯是补贴讲，以色列的讲法是假的，完全无根据。讲因摧毁以方180台军用车，杀死大量的以色列士兵，攻击会继续，而且力量会愈来愈大。哈马斯发布影片，看到因发射火箭弹，也有一台直升机在天顶飞。 خذوا أسراهم أحياء دون تبادل وتفاوض ونزول عند شروط المقاومة والقسام. 加上印度的情势愈来愈危急，伫咧中调解的中人卡达讲，新一轮的停火协议要谈成，希望无啥大。 It always takes two parties to be willing to such an engagement. Unfortunately, we are not seeing the same willingness that we had seen in the weeks before. 伫美国东京反国权甲联合国安理会以下年度停火提案动来，并且向以色列紧急军售价值超过1亿美金的坦克弹药了后，以色列伫咧面临国际社会愈来愈悬的愤怒甲停火要求之下，继续攻击加沙。 加沙的卫生部门讲，自冲突到即马，有要甲18000人死亡，差不多5万人受伤，几落千人失踪。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讲，调停也未成功，也毋过未放弃。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以色列军队是继续攻击加沙地区。即马也文的一个武装团体成立运动，宣布为了要支持巴勒斯坦，无论经过红海的船是倒一个国家。 只要是要去以色列，因就会发动攻击。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事是愈来愈激烈，加沙地区欠物资的情形嘛真严重。听巴勒斯坦的武装团体成立运动，即马放条讲要攻击任何要去以色列的船啊，而且佮要求所有国际航运的公司莫甲以色列的港口有交叉，而且嘛禁止甲以色列有来去的船啊通过红海甲阿拉伯海。 在杜拜举办的气候峰会就要结束啊！有一部分受到气候暖化变迁影响真大的国家，呼吁各国爱答应莫阁使用化石燃料。美国甲欧盟是拢支持停止使用化石燃料，不过沙烏地阿拉伯这个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却是反对甲淘汰化石燃料写入去协议内底。 徛伫大海内底演习，这是太平洋国家约纳度伫第26届气候峰会时阵，为了强调多数国家受到气候暖化、海平面升悬的剧烈影响所翕的影片。今年 COP28 过2天特别闭幕，多数国家针对化石燃料议题，呼吁峰会对慢慢放弃化石燃料做出更加侪承诺。For COP28 to be a success, I repeat, it needs to deliver both on fossil fuel phase-out, renewables, and an end to fossil fuel subsidies. 包括美国、欧盟等将近80个国家，拢要求伫 COP28 上尾后协议内容内底，并被记录上尾后会停用化石燃料内容。也毋过，这要求煞受到沙烏地阿拉伯等 OPEC 石油输出国家的阻止，呼吁成员国拒绝所有的化石燃料协议。They see that as a threat. They're a little scared about the fact that this issue is squarely on the agenda, and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in nearly 30 years, there's a chance that we might have an agreement to start phasing down production and use of fossil fuels. 这是开始办气候峰会以来，缔约国家头一摆针对石油甲天然气的未来做讨论。中国气候特使谢振华嘛认为，若是上尾啊协议内底无化石燃料议题 ，COP28 成功的几率是无介大。而 OPEC 组织对这化石燃料协议内容的行为，嘛受到国际环保团体甲欧洲国家的批评。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接下来看日本。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政府要求紧急援助乌克兰甲以色列的1060亿美金的这个方案，去互国会动落来了后，又讲美国总统拜登已经邀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2日时阵访问白宫，两个领导人会就乌克兰目前的需求来进行讨论。来看香港7日举行新的选举制度，头一个爱国者治港区议会选举投票，在国安法实施了后，全面镇压的情形之下。改制了后的选举，甲所有民主派阵营拢总是败渡在外。当局公布地方选区总投票率是27.54%，
这是从1997年主权移交了后，投票率上低一届。咱来关心国际上这几年人权的问题是真紧张，各国伫咧战争的状态，就连前线记者嘛受到严重的攻击。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国际记者联盟发布的数据指出，今年到今有94个记者去互杀害，嘛有要400个记者去互关起来，死亡的人数超过1年的记录，甚至是2021年2倍。镜头转来咱国内，中央银行拜四会召开今年上尾一届理监事的会议，市场暗算中央银行可能会甲美国联准会同款，依次原底利率白做调整。那专家是认为讲，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落到3%以下，加上大选就要到啊，对政策甲经济来考虑，百面是袂成熟。而且明年国内通货膨胀的走势可能会放慢，不过物价袂衰落，而且因应市场合理反映成本，物价可能也是会起。大概甘我一桶油对计程车司机来讲，大笔钱过来了一届。虽然中油宣布10月反正0点开始，国内汽油价上也是无调整，不过95、98甲无烟汽油每公升也可是伫个30外块，都是无法度落到20外块。为少稳讲工钱，真正真歹赚。油贵，买油电比较省油，可是车价贵。那你买汽油车就是要加油啊，油太贵啊。根本投资划不来啊！我们这样子每天这样跑起来，还是真的，一个月也都要差不多要3万块钱的油钱呢，没有赚头。看国内最近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虽然有较温和，落到3%以下，主计总署也预估明年 CPI 会降到剩1.64%。不过有专家认为，短时间内物价也是有起价压力。即使没有这种短期的黑天鹅这些冲击，还是很有可能会使得这个物价会有一个持续上升的这个压力存在。这个世界正在要求必须要在生产过程里面去计算入所有的合理成本。2023伫要进入尾声，那美国联准会要公布今年最后一届利率决策会议，国内央行也要伫拜四举行第4届理监事会议，市场预测央行的利率可能维持无变动、无调整。11月很显然的就是这个 CPI 已经下滑，之前的3月、6月、9月那时候的 CPI 是更高的，但是也都没有进一步动作，所以我认为说这一次应该是不会升息。专家表示，考虑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降到3%以下，国家总统大选伫要到啊，那做相关利息会造成放恶贷款的人压力变较大，所以国内利率可能连3届无起价。那是什么时阵有机会降低利息？国内专家预测上近明年下半年。记者综合报道。为着希望会当劳动改革，港岛团体为高雄出发，要行去台北的总统官舍来提倡7大劳动诉求。昨昏因行去甲中华交友大楼区的住址，少年伫2年前殉职的消防人员，伊嘛呼吁政府都要注重消防员的职业安全，嘛希望会当允准消防员来成立工会，争取保障。终止消防员殉职！终止消防员殉职！由北部调大声化终止消防员殉职，港岛团体要求总统参选人回应劳动改革，为南行到北，车站前往中华关交友大楼的具地址，要求执政者重视消防员的职业安全。基层的消防员一而再、再而三过劳甚至死亡，这是谁的责任？这是政府无能的责任，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走在这边。我们很无奈，我们用劳工的一步一脚印，我们要走上来。交友大楼2021年大火，目前已经变平地。工程单位搭设大型围篱啊，等待途经。港岛团体差不多10外人伫现场追悼交友案殉职的消防员陈志环，伊的爸爸嘛亲身出席，表达政府凊彩应因的无信用，消防改革的路实在真艰难。你甲政府建议，为着因的官位，就拢甲会讲，啊，拢无咧做啦，拢会甲。一支嘴好努力啊，讲的尔，拢做袂出来。消防员工作权益邱振辉表示，这10年已经有43个消防员殉职。港岛团体7大诉求内底都有2项甲消防有关，包括停止消防员殉职悲剧、甲丢做工会。包含在今年的这个屏东明阳大火爆炸案的这个发生，台湾10年来已经殉职了43位的消防员。那对于消防员来讲，
我们的劳动条件都一直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我们基层并没有我们自己的发言权，所以我们能够希望说，透过组织工会然后来让我们的声音是可以出来的。上述回应已经甲职安署合作建立消防人员职业安全卫生作业指引等规范，并委请学者研究消防执行职务安全入法的条文，未来也预设投入26亿，强化消防个人装备加科技救灾设备。公道团体伫彰化有小可停留整理了后，会继续上北，一定23会到上尾站台北市总统官邸。记者综合报道。宜港大游行昨天下晡正式起鼓，有上百人要求都要把私人中人的这个制度废掉，由政府来负责，莫阁予宜港受到剥削。主办单位讲，目前咱国内宜港的人数有要75万人，不过劳动部是拢无咧管，又在私人的中人违法甲这宜港加收钱。因那劳动部回应讲，会加强请宜港的机制，嘛会加强对中人的管理。对着歌声，脚步大力踏出去。2年一摆，宜港大游行70场场，超过100名。伫台湾的宜港行上街路，对劳动部特聘中心出发，大声发出诉求，要求政府承担跨国骗局责任，废除私人中介制度。目前的直聘中心其实它只能协助国内直聘，它对于所谓的跨国其实是没有办法做的，所以它其实并没有办法解决私人中介职务垄断的完全的问题。最终直聘中心它只剩下一个功能，就是代收劳发属文件。主办单位台湾宜港联盟指出，政府开放宜港来台湾超过30年，就总数外近75万人，弥补台湾劳动力无够情形。不过宜港来台湾已经支付真贵的中介费，伫转换头家时，常常予中介业者非法佮收真悬的买工费。批评劳动部失能无咧管。伫台湾工作8年的菲律宾甲印尼宜港拢讲捌遭到不肖的中介剥削。Kurang terbantu ya. Namun tapi dari persoalan yang pernah saya alami itu adanya pungutan uang job. Ya itu saya mengalami itu 2 kali. If you are the rich, first of all, the money you earn more. To choose the employer if you don't like, you can easily transfer. 游行队伍大概行大约3.5公里了后，即将来到劳动部头前接炮台抗议。雇主可从来源国直接办理专案选工至国外引进制造业移工。截至今年11月底止，已裁罚9家超收买工费的中介公司。未来将筛选高风险的中介公司列为优先查对象。对着民团呼吁，劳动部会议会继续强化移工直接聘请机制，并且加强管理，稽查中介，完善移工伫台湾的工作甲生活服务，来回应外界期待。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即马有一种吸石，吸力是真强，或者白气球，会当当作是无共款的造型。不过因为这种白气球是照细粒的囝尔。在国内外有袂少囡仔酸酸的无细字全吞落去的案例，若是严重者可能会胃肠破空，甚至是死亡。今嘛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嘛发出重要的警告，要求家长都要注意。真强的吸力会用随意变换形状做组合，这是囡仔真爱吸珠，伫台湾也叫做白气球。这款的吸珠虽然真细粒，不过伊的吸力真强，若是无细粒，食落去了后效果真严重。就是说，其中一颗已经掉到小肠，另外一颗在胃，因为磁力太强的关系，那会让你的胃跟肠有一个很大的附着的压力，那久了就会造成这个地方穿孔，肚子里可能会形成腹膜炎，严重的感染败血症，那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就算我们想做胃镜去把它拿出来，可能也会因为磁力太强，没有办法达到目标。医师讲，过去台湾有侪层因为无细粒，甲吸珠食落去送病院的案例，全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也发出重要警告，要求家长要多多注意，因为对2017年到2022年中间，因为甲强力的吸珠食落去造成死亡的案件总共7件，其中2例发生伫美国以外，另外有2400人因此紧急送病院。就美国已向电商主动调回强力吸珠的这7头米，因为台湾早就规范了。劳保处其实早在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跟经济部做一些协调哈，所以目前在经济部的标准检验局已经把巴克球列为
阴湿检验的玩具商品。消保处副处长陈新宏讲，把气球吸入热水应该实行检验的商品了后，除了商品顶面爱有应该实行检验标章，也有应该标示的警语内容以外，标检局每年也加入加做一寡深度甲必要的查核，也对网络所卖来加强搜查，避免民众受到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看今年1月份到9月份交通事故的统计，每10万人伤亡的人数，台中市是占上侪。有民众都认为讲，迄是因为车路的标示真侪拢互看甲雾煞煞才造成的。因那台中市府讲会持续做检讨。虽然是礼拜早起，淹过伫台中市北股上面的5车路口，车流量也是真大。就算是有引入科技执法的设备，也是尽量发生交通意外。附近的业者讲无意外，因为这路型真复杂，标示真混乱，连在地人也定定傻无。他们看不懂红绿灯嘛，红绿灯很杂，很容易出车祸。这里全台中最容易出车祸的地方。交通部道安资讯查询网统计。今年1月到9月交通意外，台中市每10万人死伤人数2489人，行路人死伤人数2081人，拢是全国第1名。民众认为是因为路的标线混乱，才想做青红灯。那个红绿灯也太多了，对，有时候你就一直停在那里等，结果反倒会造成行人有时候看呢就一小段就一个红绿灯，结果我就想说没有人就跑过去，就发生车祸了。本市8、9月30日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皆较去年同期下降，显示本市交通事故防治已略见成效。市府道安团队亦持续透过工程教育执法方面来改善交通事故。台中市政府讲，交通部伫今年8月捌公布，台中市30天内A1事故降低上侪，无论是执法的强度、民众的守法度，台中市伫咧8、9月份拢是全国表现上好的。所来会逐个月检讨相关资料，提出容易发生车祸的路口，甲发生的原因。希望明年的30天内 A1事件会当降低5%。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疫苗受害救济审议结果即马出来啊！这个审查有11个案件摕到救济，金额是5000块至7万块。注完新冠疫苗了后，有未少人出现副作用。疾管署公布上新的预防注射受害救济审查结果，拢总有11案注新冠疫苗的人得到疫苗救济。其中比较较特别的是一个40多岁的女性，注第2剂 AZ 疫苗了后，规头毛拢落了，镜头无度确定甲疫苗有关系，到尾核发救济金1万块。这届救济金上悬额是7万块。一个高雄市注 AZ 疫苗90多岁的男性，因为司机规个乌青，还有出血斑就医，经过诊断是免疫性血小板有较低，不过无法度确定甲注疫苗有关系。关联性还是没办法完全排除的时候，我们的审议小组里面有所谓的非医疗委员，主要就是一些社会人士、法律人士，会根据它的严重度，然后给予建议救济的金额。值得注意的是，这届救济金的个案有2件是属有确定甲疫苗有关系，分别是注莫德纳加 BNT 疫苗了后出现心肌炎少年男性。医师表示，确实为科学的资料来看，少年男性注 mRNA 新冠疫苗，若做无其他原因会当解释，确实有可能在特定时间内和心肌炎的机会相关。现在还在清的就是当时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那我们大量施打的有出现的这些个案嘛。那个时候我们天有时候打了几10万剂啊，在这种大量施打情形之下，出现这些案例，就是算起来比例还是低的啦。根据疾管署的统计，截至目前为止，注 XBB 新冠疫苗累计注射的有超过59万人。试水员是讲，秋冬季是呼吸道疾病传染病开发作的季节，尤其是流感、新冠这的呼吸道病毒，也是伫个社区的烧位。民众也是爱赶紧去注流感还是新冠 XBB 疫苗，才当得到保护力，减少动静发生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地方向上头来看，全国红龙果的评鉴已经顺利结束。今年台中市有7个人得奖，其中外埔农会红龙果产销班就占4个名次，主要是因为因无全农药啊，
而且让草啊甲果子做伙来成长，用上界自然的方式来保留土白水分，提升红菱果的品质。嘛因为安尼，即届因摕到冠军。农民手里摕家己辛苦种的红菱果做伙翕相，因是台中外埔农会红菱果产销班的成员，分别伫今年全国红菱果评鉴得到多元色彩组的冠军和优选的好成绩，会当伫遮尔侪优秀的参赛者当中得奖受肯定，因拢感觉非常欢喜。较欢喜啦，较认真来做啦，做10多年，领个奖了好10块届啊。105年有得第3奖全国的白肉的那个是白肉，我双手是这几年才种。现代人注重健康，有愈来愈侪农民投入有机农业。台中外埔农会产销班的红菱果，就是透过草生栽培的方式来种，强调无使用化学农药，利用草仔来调节果子园内土白的水分，互果子会当适应无共天气，得到充足的营养。不喷除草剂的啦，大部分是拢家己铺草啦。你的草也不能太长，草生栽培是草生栽培，也不能太长。太长的话，也是有些不好的小动物会在里面，然后飞起来吃咱的果安尼啦。为着推广红菱果，外埔农会产销班也推出红菱果干。因为今年得奖的农民也表示，未来因会继续种出品质好的红菱果，互大家拢会当来食看卖。记者综合报道。恁过若想要买花，就爱敲电话或者是亲身去甲花店买。不过因为即马时代进步，伫屏东潮州就有业者利用冷藏的保存技术，打造卖兰花的基台。民众若是要来送礼，是变甲真利便。那在台湾，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夹娃娃机，那也有很多的贩卖机，可是就是没有人卖花，那卖便当什么都有了，所以我们才会想说，我们也来尝试这一块。兰花是屏东真重要的外销品之一。疫情了后，兰花的出口受到真大的影响，有业者开始转变模式，先是推出去拜拜、见亲情的精装礼盒，刷落去，佫利用冷藏保存技术，创新开发全台头一台乌蝶兰贩卖机，一丛一丛兰花放入花间，才佫用袋仔包装好势。民众方便买，也方便摕。那目前我们在台湾是第一个做，那当然消费者也不知道说可以藉由这种方式可以买到兰花。那我们现在也在试点的方式在做这样的推行。然后现在因应现在的趋势呢，我们有推出这个蝴蝶兰贩卖机，然后在这个屏东驿站的商场里面，对，然后也是提供顾客一个方便，然后快速。又可以马上可以得到去送礼的这个效果。业者也当咧开发多元的产品，望通改变民众送礼的模式。若即个特别的贩卖机，即马就放伫咧屏东车站的商场、高雄商业大楼等等所在，介绍200到300之间，真方便送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县政府真积极推动保存老建筑，目前透过文化部的计划，协助屏东市顶昌河历届古厝做修复。这个工程按算伫明年底完工，2025年会开放部分的空间，规划做咖啡厅、英文故事馆，也有文创艺术空间等等。行入去大厝体，会当看到大厅起甲真跳动、真气派。屏东市顶昌河李家老厝已经有100年的历史。李家为着要保存这栋建筑，透过县府协助，申请文化部的计划，专案总经费3400万，要来甲老厝订翻过。计划主要是说那是要引发我们民间自主性的，就是文化自己的力量让它有机会成为文化历史建筑的一些机会。李家第一代自清朝来台湾，子孙伫万丹创立丁昌河，先开始卖土豆油、麻油，空手趁食，真做大好野人。苏当时李家对厝里的5查某囝是小命命，查某囝考调屏东女中，厝里为着伊读册方便，就到市内起一栋3层楼悬的生养楼，佮有边仔2栋日本厝，互条仔内和下骹手人拢会当大做伙。那因为早期这一栋建筑，因为是在日治时期里面新建的，所以它包括在楼板的部分、承重的部分，包含做钢骨的部分来做
加强。那我们在这个经费有限的经费里面呢，主要是让它能够延续它的生命。丁上河李家老厝虽然无文化遗产的身份，不过有文字价值，申请到文化部私有老建筑保存再生计划。按照征收无够经费，李家就爱家己负担。目前主要是要加强结构甲冻水，按2024年年底就会当完工。西九卖规划嘉宾厅、故事馆甲文创空间开放民众参观。记者综合报道。经过农业社会时代，便来到年尾的时阵，拢会谢平安，感谢神明保庇大家有好的收成。也若伫中华的演展，今年扩大举办谢平安嘉年华，24个庄仔头总动员，有收音啊、摄景，也佮有做戏等等的活动，而且佮办200外桌，实在是真热闹。大人囡仔做伙扫圆仔，一粒一粒圆滚滚的圆仔，代表平安团圆。这是中华永靖举办的谢平安活动，互民众家己动手做，体验扫圆仔的趣味。带囡仔来遮谢平安、扫圆仔，大家团圆，真正是一个真好的民俗活动。都会当来遮参加这个活动，食平安圆仔，互阮厝的大老细来遮食平安、食快乐，家里团聚。过去台湾农村社会会伫年头的上元节之后，祈求五谷丰收。入冬前后，就来举办谢平安仪式，感谢神明今年的庇佑，嘛就是下元节。中华永靖乡这几冬扩大举办谢平安活动，要来延续这个有100年历史的文化活动。较早还未92的时阵，咱各乡镇、各村拢会来请人客，因为92了。咱有请人客习惯，就来添办啊。过去咱这个文化吼，咱这个传统的习俗吼是真好，所以就起转了就一个发想吼，阮来成立一个永靖乡共好协会，了时吼来举办这个永靖的谢平安，就是甲过去吼咱这个传统甲找倒转来咧。永靖乡共好协会表示，今年谢平安活动计共有200外桌的平安桌。参加人数比去年加1000外人，除了在地乡亲，也有侪出外永靖人甲外围来的民众参与，做伙来感受年尾受冬的谢平安文化。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咱来看伫屏东万金的圣母教堂，这间是台湾上届古早的天主教堂，教堂已经有162年的历史啊。当年的12月初8这卡刀，拢会举办圣母示景，替信徒来祈福。这个咱传统妈祖出巡是马瓦伊啊，这嘛是咱全台湾规模上界大天主教的活动。今仔日初早，屏东万金圣母教堂真热闹，一群人跟圣母妈妈神轿为教堂行出来，接受大家欢呼。每年屏东万金的姓氏就是圣母妈妈游行，因为伫庄内有全台上古早的天主教堂万金圣母圣殿。每年伫12月初8前后，拢会举办全台上大规模的天主教活动之一。对阮虽然过去高雄嘛是拢做怀念的，每一档拢会倒来参加，也是圣诞节拢会倒来。所以我感觉是带囡仔来遮看，是互因了解讲，这边遮的信仰甲别位是无共款的。台湾有真侪宗教信仰，屏东万金是天主教人口上密集的所在。今年是建堂162周年，透早进行弥撒，下晡由教友跟圣母轿绕境游行，来自各地教友甲火车组成队伍，沿路唱歌俄罗祖。游行队伍会驶到赤山甲万金2个钟头，绕境到尾仔，由教友将圣母轿举悬，家入去教堂，现场气氛相当热闹壮观。就是每一档拢照到这个出巡赤山甲万金庄2个所在，来祝福台湾的百姓台湾这个土地拢会当安居乐业。台湾是3月迎妈祖，万金遮是12月迎圣母。教堂表示，今年万金圣母游行参加人数有3000外人，来自台湾各地堂区做伙斗热闹。今年一道圣母游行，毋但是西方的宗教，佮结合在地民俗文化，是另外一款来展现台湾融合的宗教体验活动。记者钟义辉、邱兆勇，屏东报道。体大大车。伫意大利罗马市中心的万神殿是真出名的景点，不过参观并不是完全免费啊。即马一个人爱收5块的欧元，差不多是台票170块。万神殿的入口人真多，
因拢是来自意大利各地也有世界各国的游客，准备要入去参观这个米开朗基罗所讲的天使的设计。行过规排条啊了，入去真有名的圆形大厅。抬头看，顶头的柱顶是一个圆形的挂，直径43.3公尺。伫1900年前完工了到即马，犹原是全世界上大、无使用钢筋的concrete的圆柱顶。万神殿圆形挂的柱顶有一个孔，代表是通往天堂的入口。有甲古罗马的神相通的意涵。并疫情后观光客拢倒来，意大利政府就甲每一个人的门票定做5欧元，差不多大票170。收入的7成用伫咧古迹的维护，另外3成是天主教罗马教区的收入。I don't think that's a good idea. I think it's preferable to be free because more people will visit. How old is it? 2,000 years. 2,000. So if it's going to stay for another 2,000, they need some money, I guess. 外国游客对收门票看法无同款，有人对经济学的以价质量的观点来看。当然，收门票要例外的时阵，因为万神殿即马是教会管理的教堂。所以，伫咧做弥撒的时阵就无收门票。这项收费的政策对观光客增加减少的变化，也有意大利政府甲当地天主教会会当增加偌济收益，也怪观察。公司新闻是嘉玲编辑。伫云南的圣诞老人村是圣诞节正受欢迎的景点。今年多数平台推出免费体验的活动，邀请一个伙仔死的人会当免费去住圣诞老人家庭房，也个会当换特殊的服装，去到经历圣诞节大家喜欢的批。离耶诞节愈来愈化，芬兰罗文尼米镇的耶诞老人村充满着岁末节庆的欢乐气氛。北极圈烈士零下的气温也挡不了游客的热情。每年来耶诞村的游客有几多百万人。今年耶诞老人村有一项免费的体验行程，就是伫耶诞老人的厝内面连续带3晚，一个人穿精灵衫，到3工处理来自全世界各地寄予耶诞老人的喜欢批。其实这是大数平台 Airbnb 加芬兰牧业观光部门合作伫咧设的观光行程，免费招待一个伙仔4人的家庭游客，连续3晚真大。家庭房内面的装潢，规拢是节庆的气氛，敢若是入去动画故事同款。耶诞老人邮局也安排精灵指导邮务工作，训练好了，游客会当穿精灵衫，到3工分配甲当囡仔，体验精灵邮差的工作。罗文尼米镇的耶诞老人邮局每年拢会收到几60万件来自全球各地喜欢的批。耶诞节期间，一天甚至当收到3万张。这项行程正巧妙结合耶诞仪式加旅游行程，建造出正特别的自由旅地方。这边活动只下提供一个家庭的名额，自10月开始预定，第一个登记的人会当免费享受。Airbnb 伫最近杀出几多项主题旅游的大数行程，包括伫加州的史酷比动画20周年纪念的怀旧面包车，也有伫咧圣诞节期间所杀的麻州鲁欧小镇3人的鲁欧夜风光电影《鬼厝大房》，也有配合歌剧卖影最后演出的期限，提供巴黎国境期包厢改装的房间。一寡强调体验主题的行程，伫咧 Airbnb 官网一上架开始卖就随互人订了。英国邓斯特布尔的惠普斯奈德动物园，伫咧狐獴的展示区采耶诞戏玩配的皮桶，也佮甲饲料藏伫咧下骹。一寡狐獴不时拢会去晓，保育员就讲狐獴的个性真好奇，看到这个皮桶会一直伫边仔扫，并且找出内面食的物件。拄好耶诞节的期间，这也变做正热门的拍卡的地点。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18度。咱来看广岛地区，18度至26度。这礼拜天气较无稳定，提醒大家出门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